大家好，我係莊清。澳門又有新漏洞啦，好難得，澳門終於有一個大型嘅漏洞出現。我諗好多行家都已經喺度操作緊啦。如果你而家係操作緊嘅行家，發覺操作得好辛苦，想揾人一齊合作，歡迎嚟揾我哋，因為我哋正就係需要大量嘅成員，大量有經驗嘅人去幫我哋帶新人。如果你而家正啱啱睇到呢一度，睇咗我好多影片，成日都話有好多漏洞，點樣操作，點樣去玩，呢個又話要去美國，嗰個又話要去加拿大，唔知點算好。終於有一次機會，如果你係香港人或者澳門人，好平嘅方法，搭1個鐘頭車，幾十蚊車，即日來回都可以嘗試做一個大型嘅澳門漏洞，而且回報就算係一個普通人自己操作，都有差唔多10萬蚊一個月。如果團隊操作嘅話，回報未必會高咗，但係一定舒服咗，而且本金需求同時亦都低咗，因為你唔需要一個人自己喺度捱10個8個鐘就係落幾注，你只需要10幾個人、20幾個人一齊做，每人都幫對方落注，自己又落緊自己嗰一注嘅話，就係我成日都講團隊效益啦。有興趣嘅歡迎喺我嘅說明欄嗰度就會揾到我嘅 WhatsApp 聯絡方法，盡快聯絡我哋可以將一個唔識嘅人教到你識，同時亦都可以，如果你係行家嘅話，就直接可以操作。有咩問題可以喺下邊留言，記得讚好我片，訂閱我嘅頻道，撳埋新片通知嘅鐘仔，另外 Facebook follow 嘅，記住盡快聯絡我，因為呢個項目我都唔知道仲有幾耐，通常我講完之後，快嘅就1-2個禮拜，耐極都係幾個月就會解決咗呢個漏洞，盡快揾我哋啦，拜拜。